今日透早4点外，新北土城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，这5楼含住伫厝尾顶的住户拢头型，大大小小拢总有7个人送上病院。消防人员初步判断是露台热水炉无够通风所引起的。不过昨下晡呢，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因伫咧困倒，却熊熊无喘气心跳，敢是这一氧化碳中毒来死亡？检方佫需要调查。 救护车驶到有够紧，赶到报案的现场，救出来7个住户妈妈和亲家2个人头戆，还未到5岁，囝儿和朋友等人嘛互做伙送病院。经过警消的调查，怀疑是后露台的烧水机未通风，引发一氧化碳中毒。在现场也有量测这个 CO 的数值，那发现有 CO 的成分在这个空气里面。不过经过医院这边处理之后呢，其实这些民众他大概身体都已经是恢复的状态哈。疑似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是发生在新北市的土城。案发的5楼含厝顶家起的住户，拢总有3个大人，4个囡仔伫厝。初三半暝4点外，妈妈当伫洗身躯是熊熊感觉无爽快，接落来陆续有其他的人嘛无爽快。消防事后检测，验出厝内有一氧化碳，数值差不多37 ppm， 而且这个厝内前1天已经有人出代志。可能是我们那个太密闭了，医院测出来说也是一样，也是中毒。先生妹妹。 可能也是这样子，然后看完发现。厝内这个11岁的查某囡仔，家己一个伫咧房间困倒。初日下晡2点外，妈妈要叫伊起床，但是伊拢无反应，紧急抢救了后宣告不治。警方初步排除他杀，查某囡仔的亲友嘛怀疑讲，有可能嘛同款是一氧化碳中毒。初步检视无外伤，死因仍待调查。 当来看案发的时阵，这个妈妈嘛伫厝，啥都完全无镜头。若是拢倒家，大人含囡仔比起来，耐受度是较悬。但是过10几点钟，长时间一直偏着，一直到厝内有人洗身躯，才佫陆续出状况。目前检方已经完成验尸，初步检视发现讲，查某囡仔吐白泡，腹肚胀起来，会持续厘清死因，敢含一氧化碳的中毒有关系。 其他家人可能进进出出这个家户哈，那所以说可能会有些其他外在因素，氧气把它做个缓和哈。今年的统计较大，全台湾已经有25个人一氧化碳中毒上病院。佮以最近5年来分析，雅士烧水机引发的一氧化碳中毒案，有9成拢是通风歹造成的。消防署提醒讲，烧水机的环境必须要保持通风，若是装伫室内这所在，佮较要注意敢是有强制排气的功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